现在心情如何？现在心情，现在我很平静。啊，这要干嘛？我很害怕的哦。你们要干嘛？我真的很害怕。把他带出去，我脸都红了，真的。你把他带过来。不要，我不敢动，不敢动，不要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沙发上面有他吃的，你可以给他喂点吃的，不然你就出不了这个门了。沙发上没有啊？沙发下面。下面。对。但是他会不会咬我？我们怎么可能伤害你呢？你给我发誓。我给你发誓。要干嘛？啊！求求你了，这个带出去，我会打的。我们角落里的箱子里有防护手套，你要把鸡赶到角落的笼子里。那里吗？啊，那肯定这两个不乖。来走。哇，这不行，我做不到。确定是那些手套吗？里面不会是一个动物吧？没有，现在有了鸡和鹅，不会有鸭子的，放心吧。好怕呀！这是雨衣啊！你别说话。你可以的，但真迷茫，你是大学老师呀。进去，别看我，他生气的。干嘛做这种危险的？哦，他要生气了吗？我们有2个工作人员来帮你忙啊。哎。啊！哎！哎，求求你了！别！走开！去想象天空，哎！海棠湖绿水，红阳光，起火。我真的会我真的会打。太好了，你抓呀！你看看我们的你编导多勇敢呀！哇，太棒了！我吓坏了。